開始。大家好，我個名叫陳俊啊。我係陳俊。呢個係我個爸爸。係，我哋今日同大家分享嘅書嘅名叫《我的好凍苦想學去》。好，開始。開始。大家好，我嘅名。我大好凍苦想學是一個錯滿。當他看到電腦就非常興奮，他向電腦並按下所有的鍵。老師說：好凍苦，不會用電腦。啱啦。好凍苦，以為老師對他好，他跳起來舔他的面。老師叫他想吃掉我，即係食咗個老師。佢都冇寫佢嘅名。我說不，他想親你。同埋依把試下。好凍苦，喜歡讀書，但大聲啲。但他不看書，他吃書。好啦，我哋差唔多夠時間啦，讀住咁多先啦，拜拜，下次再讀過啦。